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宇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係大埔麗和閣。麗和閣位於大埔翠和里5號，單位總數有232伙，實用面積由410尺到439尺，發展商係和記黃埔。麗和閣係大型屋苑，交通方便，近太和港鐵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、銀行同埋大型商場。小學校網係84，中學校網係大埔區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單位係實用面積410尺，高層2個房。事不宜遲啦，而家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租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廚房業主提供咗有電嘅煮食爐、一部抽油煙機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大廳呈4方形。有一部冷氣機，廳窗開揚嘅，窗外景色宜人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係明廁有窗有浴缸，業主提供咗一部電嘅熱水爐。預留咗有洗衣機位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主人房，主人房有窗，窗外開揚嘅，有一部冷氣機。我哋睇睇另外有一個客房。客房4正，有一部冷氣機。各位朋友，如果對呢個筍嘅放租盤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宇田地產。世紀21宇田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